四川重建督導委員會醫療康復小組成員蔡元雲話：地震發生3年，佢到過災區33次，當地已經完成大部分重建工作，進度良好。佢又話喺支援當地重建工作嘅時候，引入共同管理，將港式管治嘅文化、監管制度同埋透明化機制應用喺重建項目，對四川嚟講係一件好事。由本來喺醫院為本嘅服務咧，而家社區為本，以人為本，就願意做一個 community psychiatry， 就社區精神健康、全人健康嘅學校。嗱，咁呢個都係一個嘅文化上、觀念上嘅轉移。咁當然要做到咧，仍然要好多培訓。咁所以而家咧就入邊都邀請我哋繼續咧，雖然3年過後再持續去做一啲嘅培訓，同埋入去現場嚟到去做一啲督導嘅工作。蔡元雲話：災區做心理治療工作需要大量嘅義工，現時已經有200幾位志願者喺當地為災民提供心理治療。現時嘅重點係主動入區，將康復較慢或者係心理創傷較嚴重嘅災民揾出嚟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譚宇仲報道。